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耶和华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我们一起站立，开口来赞美，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嘿，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一次，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嘿，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弟兄姐妹要来赞美我们这位主，这位主是怎样的主呢？是造天造地是生命的主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凡有气息的都要来称谢他的圣名。所以我们要用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因此我要颂赞你，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一切有生命的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上主。我们要颂赞他，因为他为我们行了奇妙的事哦。我们依靠他，就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如何经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这位神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就什么样的心事，成就什么样的奇妙的事哦。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来称颂，来赞美他，用你的灵来歌颂他，用你的口来称谢他一切的圣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开你的口来祷告，不断的称谢他，因为他是奇妙可畏，他是全能的王，全能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生命比你的慈爱比生命宝贵。主，谢谢你，我们要来称颂你，来经历你奇妙的大能。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生命赐下一切的美物，让我们能够来享受。主啊，当你造天造地，预备好各样的事物之后，你才造人，把我们放在这当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生命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生命是丰盛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你造天造地，预备好所有的万物之后，你用你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我们有属神的 DNA。你造一切的丰盛完之后，把我们人放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治理、来管理。
但是我们知道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权柄之后，我们看到这些的灾难就临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恢复到神你的荣耀，让我们恢复到神你所创造那个美好，让我们不断常常来宣告，我们有属神的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我们有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谢谢主，让我们称颂赞美你圣名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你丰盛的生命就充满在你的子民身上，让我们随时的口称赞你的圣名，让我们随时在赞美你大能所带来给我们的丰富。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掠过的地赐给我们。再次来宣告，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掠过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一次我们要歌颂，要欢呼，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主啊，我们依靠你，就能施展大能，有你的恩典，你的丰富的慈爱，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来祷告，向你来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就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没有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主啊，你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
主的恩典真的是何其多，我们来数算好吗？如果我们能够数算我们的头发，我们就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就是主的恩典多到我们没有办法，而我们越数算，不是要数算多少的数量，而是我们要数算出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数算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的主竟然顾念我们，他所造的万物竟然让我们来管理，而我们竟然可以是他的形象，而因着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话语，就会带来改变。改变现在你的困境，改变你现在处的那破碎不堪，改变你现在那痛苦当中，好像没有人可以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没办法。这时候我们就是数算恩典的时候，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好吗？我们大声来宣告说：上主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崇你，要称颂你的名。你行了神迹奇事，你已经实现了那早已定下的计划。主已经定下的计划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这计划我们清楚吗？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要带领，神乐意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但我们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吗？就是相信。我们相信就能够改变现在的那个困境，我们相信就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但我们相信神就改变现在，指出一条路给我们。我们持续来读他给我们的命令，这命令是爱我们的缘故，要赐福给我们的缘故。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所以你们要知道，上主你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凡爱他、遵行他诫命的人，他要信实坚守他的约，以不变的爱待他们，直到千代。阿们。我们的主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好几代，好不好？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所作为，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他要成就，我们都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开口来感谢，来数算神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赐给我生命。主啊，你谢谢你，在我还在母胎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选定我。主啊，不管我出生之后，主啊遇到什么样的事，主啊你给我有很好的事子。主啊，即便我的四肢被折断，但是主你仍然让我的四肢能够站立，能够起来服侍你。主啊，即便是在那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来赞美你，因为主啊，你就是这位主给我们恩典够用的主。主啊，谢谢你，即便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主啊，你自己就是说，我们只要信靠你，主啊，我们只要相信你，主啊，你就要来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主你就是爱，你的爱带来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神迹奇事，因为唯有你能够成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过去里面，主啊，我们要数算恩典，数算不尽，因为主啊，你施展的大能，使我们如今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坦然无惧。主啊，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因为我们原来是不配的，但主，你看我们为宝贝，你看我们的是价值。你不是看我们做事情做对或做错，主，你一样爱我们，就像我们所唱的歌。主，我们唱这些诗歌，主，我们不是觉得好听而已，而是这些诗歌是主再一次我们的信仰告白，以及我们再一次的领受神深深的被主你所爱，也提醒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信心活出那个主你要我们的合神心意的，以至于我们能说我们是神你的儿女。谢谢你透过这世上各种的事情，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认识我们自己。主啊，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主，谢谢你看重我们，
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主啊，即便我们现在在那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起来赞美你。主啊，即便我们现在还在那个限制当中，但是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自由，因为主啊，在你的真理里，我们就能够得着自由。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身体是自由的，但主，你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灵里面，主，你就是带领我们突破那个困难，因为主，你就是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主啊，我们就能够突破那个困境，带来一切的改变，使我们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是的，主啊，愿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愿我们在你的爱中更坚定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在何种处境，主啊，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你，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阿们。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用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我们就是要用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
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在这个世代要紧紧的跟随神，真的是非常需要勇气。我想在勇气的背后，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要一心寻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若失了神的心意，我们很容易就失了勇气。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说：我一心要寻求你，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欺骗自己，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能够悔改是一种恩典，因为这悔改是从神而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转向他，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持续拥有勇气。当我们这时候一起开口，神所爱的他必责备管教，然而他用永恒的慈爱怜悯来接住我们，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先转向他。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自己需要的，为我们自己缺乏的，为我们自己需要道歉的，需要被道歉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感谢你，我们没有按照真理的心意来，我们有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真的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坦然认我们的罪。我们不听你的话语，我们就走自己生命的道路。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带我们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恳求你顺服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来督着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孩子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 RPG 的金句对我们说话。主，你说，我说过我非常沮丧，但我仍然相信。主啊，你知道这个时候有许多人正在经历那个沮丧，不论是因为他自己所带来的，是因为这个环境所造成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过不去的。主啊，你都看见，你用今天的 RPG 金句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的心仍然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回转向你。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主，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改变，无论人的心如何转向，当我们转向你，我们就转向这位这位信实不动摇的主，我们就转向这以永恒慈爱来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转向这位创造我们有计划、有美意、有蓝图的主。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次祈求你的赦免，主是让我们脱离羞愧；每一次转向你的容面，是让我们经历从你来的盼望；每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是因为我们知道还有更美好的未来。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接纳我们，更是谢谢主你看见我们，相信我们。谢谢主你在我们当中，使我们透过祷告，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我们都知道
有一位主正在听我们，也正在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现在要为国家来恳求保护连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节，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14到15节。我们开口来攻读。你们若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侍奉他，听从他，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你们就会平安无事。但是你们若不听从上主，不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要敌对你们和你们的王。我们为国家恳求保护连续的祷告。对不起，因为那个荧幕这样我看不太清楚。我们要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包括中央以及地方，在各样的局势面对疫情的升温、中国军演意图以武力及经济换台危机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疫情的危机下，外交、内政、国防、防疫、医疗都能够有突破性的进展。第三，求主借着年底的地方公职大选，秉公义掌权。第四，也为了受困在柬埔寨被卖的青年，求神来拯救。第五，以上主的平安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我们开口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这世代，为这个国家，都要面临艰困的环境，都要面临在中国的威胁，以看不见的黑暗权势，透过这些的变菌的侵袭，主啊，我们内心恐惧未来，恐惧我们的环境，都要求你除去内心的恐惧。主啊，赐给我们执政掌权的我们总统法官，能够认识你，知道权柄是从你而来，能够依靠你，有谦卑的心，也能够有怜悯的心，有公义的心。主啊，奉你名来祝福，让在年底的大选，主啊，求你除恶务尽，主啊，除去这些不好的离开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赐给我们平安，人民有盼望，人民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自由。慈爱全能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所钟爱的国家现在正处于内忧外患，遭遇许多的挑战之中。内部有疫情不断升温，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失去了生命，以及好几万人染疫确诊。外面又有对岸意图以武力透过禁演造成担忧恐惧，也以经济的垄断形成不安的氛围，与外销一定程度的停滞。求主赐给我们的总统与执政团队，不论是中央或是地方，都有属天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让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也求圣行带领全体国民，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永生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唯一的依靠。你也曾应允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求上主在这疫情危机下来帮助扶持维护，无论外交、内政、国防、防疫的困顿中，仍然能有所突破，以医疗量能也都能够充足无余。主上帝，在今年的11月26日，我们要举行地方首长及民意代表的选举，求主的公义彰显，来掌权带领，叫真心疼爱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候选人顺利当选，也都努力的为民服务。
我们也要为受困在柬埔寨的青年，求主就把他们尽快脱离恶者的辖制，也赐下智慧，引导他们脚踏实地，远离投机取巧的诱惑陷阱。最后，愿从上主来的平安充沛普及每个角落，除去人们心中的恐惧。恳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接续要为国际情势来祷告，为国际来守望祷告。有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那位使大地成形，固定大地位置，称作上主的创造主对我说话。他说：“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为国际情势来守望祷告，为乌俄战争平息、促成和平，为台海及南海、黄海区域的安全，为斯里兰卡破产、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面对的经济危机恐慌，为了地球暖化、温室效益、全球的灾难，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顾念我们，让我们在国与国的当中，让我们能够高举手来奉着你的名来向你来祷告。主啊，我们用祷告来守望他们，我们用祷告来祝福他们，因为神每个国是你所爱的，上面都有你所爱的子民，这是你所设立的。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安居乐业，乃是我们为了神你的眼光、你的国度、你的荣耀彰显，就在这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在这个里面。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全能的神，主你是恩待我们的神，主你是不让人落入试探的神。主谢谢你，谢谢你就在这当中，不论是经济的，不论是患难的，不论是天气的，不论是战争的，我们都交在神你的面前。因为晓得神你是万事都在你的掌权当中被保守、被看顾。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创造大地的主，我们称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的生命得着见光。你又说要将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我们。主，你是全能的神，使被掳的归回，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主，你怜悯有恩惠，纪念与百姓所立的约。你是大君王，在国与国的连结当中，我们依靠神，为了乌俄战争平息、和平落幕来代祷，主要使执政掌权者都得知神有百般的智慧。我们为了台海、南海、黄海的区域安全来代祷，不被演习的威吓所影响。我们特别为斯里兰卡的破产、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危机代祷。现在社会经济富者恒富，贫者越贫，无立锥之地。但神你是顾念孤儿寡母，又怜爱寄居的，你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你掌权，你眷顾。最后我们为地球暖化、温室效益，以至于全球性的灾难向你来认罪，因着人类破坏环境带来的危机，使得我们正在自食其果。求神你帮助我们，要学会检讨自己，在深深的呼求神你的怜悯与恩待。求主使我们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成为神的好管家。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接着我们来为医疗及防疫人员祷告。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记载在诗篇121篇78节。来，请。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出你入，他都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好，让我们来为医疗及防疫人员祷告，要让他们在疲乏软弱中重新得力，并且政府也能够重视他们的待遇。注重他们在染疫高风险的环境下，
他们的防护安全，以及为了医疗资源及人力的短缺，释放内在的压力与恐惧。请大家同声开口祷告。好，这样我们赞美主，谢谢主，主啊，我们在这疫情的不断变化的同时，主啊，我们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的战斗会是很辛苦，因为他们所付出。我们看得到，主啊，求你保佑他们，因为他们有身心疲乏的时候，主啊，求你保佑政府单位能够重视他们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在有这种信心、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意愿，能够来为了国家、为了这人民来求你伸出你的手护卫着他们，保护他们，他们的免于在这些病毒的侵袭，在这穿着防护装备这样的一个湿热，主求你真的是保护看让他们能够疲惫的人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来祝福这个医疗资源都能够补足短缺的神你能够赐下足够的恩典在这当中，谢谢主。慈爱的爸天父，我们同心合意的宣告，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作王掌权，圣灵在聚会中能自由的运行。大有能力的上帝啊，你应许了会赐能力给疲乏的人，加力量给软弱的人。随着台湾的疫情的持续的不减，医护人员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们在当中有许多人因为工作不得喘息而身心俱疲，抵抗力也会跟着下降。祈求主耶稣在伸出施恩的臂膀，保护看顾他们不受病毒的感染，也赐给他们每天所需的力量，挪去他们以及家人心中的恐惧、害怕和精神压力，使他们在主里面都能够重新得力。也求主赐下智慧给执政团队，让国家执政团队他能够重视医护人员他们的付出和所得是否成一个相当的比例，也给予适当的鼓励，让医护人员都能够坚守岗位，有主的看顾保守身心灵的健壮。我们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为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祷告。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段上帝的话，请。我的上帝会照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那丰富的福泽，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们。我们来为在疫情及世界经济诡谲变化下，从神来有眼光、智慧、平安与信心。求主我们深信主有能力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关系、物资和盼望。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求你是给这世界丰盛的人。说你说劳苦担重担可以来到你这里，说你就赐给他们有安息有平安，特别是在他们所看重的这些的经济，看重的这些的平安，看重这些的智慧，主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在经营的上面，说你赐给他们有创新，赐给他们如何在他们的财务，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事业，在这样的一个经营上面有一个美好的变化。说奉你名来祝福，让他们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神对你的这样信靠。说因为你是只敬畏你的人都能够蒙福的上主，奉你名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经营这些的商店的，主赐给他们新的灵，哈利路亚！主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赏赐我们祷告的权柄，让你的儿女们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将大事小事都带到你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主，你是一切丰盛恩典的源头，赞你满有平安。在这疫情肆虐的这几年，有许多的人因为工作时间的改变，甚至因为隔离，因为确诊，因为照顾家人等等，
生活陷入的困境，甚至生理、心理、生活上都受苦。亲爱的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疫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疫情发生，但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我们仍然相信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丰盛富足有余，也是永不误事的全能者。求主怜悯这些因为疫情而经济受到影响的人，无论是收入减少，甚至是失业，求主带领他们能够度过难关，使他们能够在上帝的保守中经历平安，身心灵都有主的安慰与保守。主，是的，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除了要领受这一无所缺的供应，也求主保守我们有一颗关怀的心，有一颗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来看见我们的肢体需要，也以彼此的来鼓励帮补，帮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谢谢主，一切丰盛的恩典从你而来，我们再次凭信心来宣告，凡仰望依靠主的必不致羞愧，且要丰盛有余。谢谢主垂听你儿女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们。那接下来我们为肢体和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一起读以下的经文。这祷告若是出于信心，就能够治好病人，主会恢复他的健康。病人若犯了罪，也会得到赦免。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那我们为肢体身心灵健康祷告。第一，为肢体领受上帝的医治。那也看顾每个家人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包容。那也不仅仅是我们原生家庭，在教会的大家，我们彼此的扶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请求圣灵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我们为以上来一起祷告。好的，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为着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受到癌症这一些的病菌的折磨，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意外当中，主，我们奉你名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特别我们将亲中弟兄交在你手中。主，在这样意外发生，求你除去他内心这一些的惧怕。因为意外带来的这一些的冲击，求你抚平他恐惧的心理，也赐给医疗团队在这样的一个几次的开刀的过程当中，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他的筋骨上面，主，让他们经历神，你是生是福，你是在恐惧不安的当中赐下平安医治的神。主，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让我们失去亲人的哀伤。主你自己来安慰的灵与我们同在，与这些亲人同在。主，失去的让他们看见神你的盼望就在他们里面。他们亲人是回到神的天家。主，求你来安慰他们在这样的长期的病痛的当中，求你是给他们有彼此包容的心，扶持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人生艰困的时刻。主，享受在神里所赐给他们的盼望。主，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祈求祷告，愿你赐下你的医治。亲爱的主阿爸父，谢谢你，你兴起迦南教会能够成为代祷者，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彼此代祷。主啊，你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主啊，带领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喜乐，看见主啊，你要为我们放下的你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医治和安慰。主啊，也求你看过我们的祷告，不单单只是在此用口说，或是用心来祷告而已，而是主，我们祷告之后，主要带出那爱的行动，带出那公义的行动，主要去爱我们的肢体，主要将你从你而来的安慰和医治，大大的领到主要在我们当中的每个人。
也求你看顾，主要在疫情当中，或是主要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里，我们的身心灵很常的会有疲倦或是生病的时候，也求主大大的带领我们，你的安慰还有医治，临到每个正在生病还有受苦当中的人里面，也看顾他们的家人，有求你爱的智慧还有安慰，能够扶持每个生病的人走过这段时间，也请求圣灵的安慰临到每个失去家人的家庭里，使我们每个在爱里面看见你的爱还有扶持。谢谢主，孩子们将以下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教会就是一群神所拣选呼召的人聚集的地方，这地方不管是在建筑物或者是在哪里，因为只要有主的地方，那里我们活出爱，那里就是教会。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话，一起宣告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们在地上所允许的，在天上也要允许。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地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就。亲爱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么重要的话语，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祷告。如果说2、3个人同心合意祈求是不合神心意的，请问大家，神会成就吗？不会。那么我们还求什么？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透过祷告，神要我们对齐于他。有时候人没有办法说了越说越吵越闹，而我们透过祷告，神就让我们的心改变，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殿，这是神的话语，要呼吁我们从各方各族聚集在这里，特别是迦南教会，我们一向都是宣教祷告的地方，是要让教会的文化。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祭坛在这里，就是要我们起来祷告，不只是为什么求，而是要我们求的是跟神是一致的，而不是各求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来祷告，当然是为我们的灵命更新。我们如果灵命更新，我们就很容易跟神是对齐的，我们能够重新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建立神的身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头，我们互相是肢体。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跟手跟脚说你没有用，没有。因为不管是什么地方，眼睛不管鼻子，我们只要有一个肢体受苦，我们的整个人都会受苦，这才是健康的人，对吧？如果我们手说管你的，你手受伤关我脚什么事？不会。所以我们刚刚为了我们肢体祷告，我们为了我们的 King 弟和我们的小平的妈妈秀蕊，她的先生因为车祸意外，刚刚我们为他祷告，他已经开过2次刀，要第3次的时候却确诊没有办法开刀，现在在负压隔离病房。他的受苦也是我们的受苦，这就是身体健康的身体，好不好？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合一。我记得林宏信老师最提醒我们的一句话，当我们如果在教会，我们只有看到问题，恭喜你，你是批评家。但教会不需要太多批评家，因为我们的主感动我们，会责备我们。但我如果看到问题，也知道怎么解决，很好，恭喜你，你也不过是政治家的名嘴而已。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你没有起来说我。我们的教会需要是我们被神呼召起来吧，起来吧。我们不只知道问题答案，我们更要说，在这个问题跟答案中，主啊，我能做什么？
好不好？在新堂33号宣教中心，我们装潢已经快要完成，我们也陆续要开始我们的宣教中心，让我们能够齐心一起来赢得灵魂，特别是刚刚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像小婴儿一样，我们就要来扶持带领他们走这个信心之旅。长子的选举更重要，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有多少人的心正在摇动着。买啦，买较好啦。或许应该说，没，我要回应神较好，我被选上更好，尽心跟主、跟教会同工合作合一，那是更加的好，是神看为好的。恳求主来带领我们，持续为长子选举，再过下10月第1个礼拜，这几个礼拜，音乐牧师邀请你每一天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你心里越觉得哪里不舒服，你越要祷告，好吗？不是用我们的嘴去批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神要我们是看到这些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的责任在哪里？也为阿嘎佩这个礼拜天，我们要户外礼拜，求神来保守出入平安。在和会那一天之后，也要我们的协会的理监事以及志工大队的选举。那我们开始协会跟学校，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学校里面有社团，下个礼拜也开始要有3个社团陆续要开始。我们都需要有理监事这个制度，也要有志工大队。我们为这些来祷告，这些人来预备，特别为自己如果是你有这个资格，我们应该要出来被选，以及我们一定要找大家一起回来选举，因为选举是我们的责任跟我们的权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在教会中，主啊，你在教会中，主啊，我们的教会是因着你，主，你是我们的头，主啊，如果这是一个大家庭，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主啊，我们要先来悔改。主啊，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话语，主啊，而不是神你的话，而乃是主，我们常常是主啊指责彼此指责的话，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重要的季节，主啊，特别是这个要选举的季节，主啊，就是主你自己要兴起，主啊，我们要回应你说，主啊，你说你又透过保罗说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是那圣洁，是神所你所喜悦的，主，我们要这样来服侍，主啊，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亏欠你，求神你来赦免，主啊，特别是在教会当中，主啊，我们那个已经失去那个起初的爱，主啊，我们失去那个祷告祭坛的火，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火没有熄灭，但是主啊，实在是非常微小到我们人实在是看不出来，主，我们有恳求你来兴起，主啊，你再次来兴起，主，仰望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那个复兴的火一直在迦南教会燃烧着，即便我们人看不见，但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温度，从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是热热的，主啊，我们的心是激动的，我们就知道，主啊，你仍然在我们当中来作为。主，迦南教会过去57年，主啊，你怎么兴起的？主啊，你如今持续在兴起。我们看到年轻人在这边带敬拜，年轻人进入学校带领社团，主啊，年轻人在这里进出，我们就知道，主啊，一代一代之间，主你仍然掌权；一代一代之间，主你仍然在这个社区，主啊，你要发出那个光，主啊，这个光就是在这个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主，这十字架的光是盼望之光，指向一个出路，主啊，不是像年轻人说的这世代不好啊啦，主啊，不是，乃是主这世代正是主你圣灵作为的时候，主啊，你圣灵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有的人所求所想的，因为主啊，你有办法，我们相信唯有你能够改变这世代颓废的世代，唯有你。谢谢你兴起迦南教会各同工，主啊，我们将选举被选的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的心意对准于神，我们重新合一。主，我们知道你带领我们走，主啊，带领我们这宣教之旅，主啊，你就是我们这个宣教军队的元帅，主啊，你为我们征战，我们好好跟随你，
主，谢谢你在迦南教会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主你不放弃这世代，你的福音要成为宝岛台湾宝岛的盼望。主啊，你的福音要成为我们所有这世代问题的答案。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持续来祷告，为基督徒被兴起成为守望者来祷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以下是有关以东的信息。有人从以东问我，看根的啊，黑夜快过了吧，黑夜快过了吧。我回答，天快亮了，但黑夜要再来。假如你还要问，回头再来问吧。在昨天呢，我听到一个消息，我觉得很感动。一个基督徒他分享的信息，就好像这段经文一样。当我们在黑夜当中，我们会问：黑夜是不是快要过了？黑夜是不是快要过了？天就要亮了。如果天亮了之后呢，黑夜会不会再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不需要回答，大家都知道答案。但是我听到一个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在我听完迦南之声之后，按了下一个 podcast， 在那个 podcast 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他分享说，他觉得这个世代每天都需要神的话，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向自己传福音。我听完很感动，我觉得对，我今天好像还没对自己传福音呢。今天的福音是什么？在今天的祷告会里面，你被传福音了吗？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福音，神的话带领我们要迎接神荣耀的作为，就好像每一个礼拜的讲道、小组分享、代祷、关怀一样。我们要败坏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每一天有神的话支撑我们的生命，浇灌我们的生命，更是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兴起代祷的勇士，因为我们不是看眼前的困难，而是看见神在这困难当中的荣耀跟作为。我们也要继续顺服神的主权，成为代祷者，不论是为我们当中身体正在经历病痛的，不论是为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不论是我们自己心灵软弱的，恳求主先兴起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开口来祷告。掀起更多这祷告的，看见这世代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这社区的需要，看见人心里面的需要。主啊，我们进行祷告，能够看见这黑暗的权势如何在搅扰人心。我们要败坏这些黑暗权势在这样的一个后果当中的诡计。奉耶稣的名，你差遣各自兴起这些的祷告的勇士，站立在各个城门口，站立在各个破口的当中，来守望了祷告。主，你的宝血就遮盖。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神你的恩典，神你的同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主，我们要扬声赞美，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信实到永远，你的名不改变，你的名是让我们脱离那撒旦败坏的诡计，你的名使我们在这个人说在职离职的世代，却是有全新的盼望，有全新的呼召，有被更新的生命，有一生奔跑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兴起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更是在荧幕前面的基督徒，看这个 YouTube 的基督徒，跟我们一起祷告的基督徒，正在被我们带导的基督徒。主啊，你亲自的来兴起我们的生命，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好叫我们的灵魂苏醒，
为主你的名，在主你的名当中来走那义路。谢谢你预备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祝福，成为被祝福。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透过祷告，我们自己就更深的经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敬拜当中，就来经历这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我们再一次的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抽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同住。海浪之中，我迷不出，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患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患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行在水面的信心，让我们刚强壮胆，
让我们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凡敬畏你的，无论大小，主你应许说必要赐福。让我们口里称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将你的恩典从你的施恩宝座降下来，你的恩典充满在你的子民当中，你的医治充满，你的安慰充满。主啊，你的恩典就降下，你的荣耀就充满运行在你的教会。谢谢你，让我们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主，我们便看见你的神迹奇事，随着敬畏你的人。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自己来悦纳，让我们所求所想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愿你来赐福我们，悦纳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彼此来祝福哦。神的恩典与你同在，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哈利路亚。请坐。